后来乡亲花视台语新闻杂志继续要来关心，嘛样样要登种的台湾乌熊。2018年7月，有一只甲熊猫行失线的台湾小乌熊出现伫花莲南安瀑布的附近，刹那之间，将做真侪民众关心的焦点。林管处甚至为小乌熊来封路，都惊游客会去甲搅扰到。这是台湾第一件小乌熊落单的案件。这只小乌熊只有3、4个月大，也无啥会晓讨食，状况是愈来愈危急。经过专家的评估，决定甲送到特有生物中心的隔海拔的试验站来照顾。打算伫2019年要甲野放转去森林。经过9个月照顾，目前小乌熊真健康，嘛加真大只，模样是真古锥。上界特别的是，小乌熊的义母都是外号乌熊妈妈的屏东科技大学的教授黄美秀所带领的团队。花视新闻杂志伫黄教授的协助下，深入中部的山区，独家追踪小乌熊现部的状况。咱继续来看小乌熊的回家之路。这个乌熊囝伫树林内面趴伫树叶仔顶面，一直摇头。2018年7月中旬，有民众过下摆伫花莲南安水厂附近发现一只乌熊囝，甲某的走散去，别人要讨食，干会晓变人类的本数，佮经过台30号山公路，有够危险。车子不行逗留，只能开过，不能逗留。对。这个囝找无某的，确实有真侪游客来这翕相，就惊讲人类的声甲气味会会着惊。7月24，林管处甲公路局开始封路2礼拜，希望讲降低人类干扰，早一天和这对母仔囝会使重逢。小熊，它的活动力不佳，有中度到重度的一个贫血跟发炎。将近20天无看到熊猫，这3、4个月大的熊囝失去照顾身体，出现状况，体重剩较无5公斤。林务局甲专家紧急的会商，联合启动抢救南安小熊的行动。8月7日，这条乌熊囝对照护人员登上直升机，为花莲到台中山区庇护所展开新厝的生活。南安小黑熊就是搭的直升机送到这里，也就是特生中心的低海拔试验站。它在这里不仅会受到良好的照顾，也会接受野放训练。这就是他目前的学校，让国人知道他其实过得还 OK， 然后很健康。平常也只有我们研究团队，少数的我们的研究团队会靠近笼舍，其他的工作人员都会避开这个地方。花视新闻杂志独家去翕到南安小熊的房舍，为了无要让小熊受到干扰，采访小组只能伫10公尺外离线，发觉讲有超人挖近，只看到这个小乌影飞到悬的所在，一直唔肯落来，这是小乌熊提供警觉的反应。这个囝一日到新厝了后，一直由屏东科技大学黄美秀老师的团队伫照顾。长期研究台湾乌熊的黄美秀是全台湾头一位进入深山林内野放台湾乌熊的学者，人称乌熊妈妈。这摆又搁变成南安小熊的义母。他从花莲搬来这边，就第一天就自己做了公务，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应该是小时候跟妈妈学的。将身躯边的手机拢总甲转过来，收一个做好了后，伊就开始算。这台湾乌熊生活的习性、珍贵的画面，一般伫野外真难看到。这摆透过南安小熊，拢被一日记录落来。头一摆看到大狗，这个熊囝行一条，要过食一喙了后，敢若袂歹食，开始一直食。对着凊彩水果，更加是爱食。你看，前骹抹掉的，有时是前骹、后骹拢总用到，一直食这个菜瓜。这个熊每一天的菜单是真丰富，拢有专人的特殊的照顾。这是小熊的冰箱，那只有在人类社会才会有。那这些食物，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到，有些食物是野外采的，那野外采来的，那时常有时候也一时也吃不完。那比如说，这是台湾海豚。桌顶拢是野果甲食物，有的是为菜市仔买，大部分是为山内面买回来。除了老师的团队，也有各地林管处总动员到晚，经过2个月的照顾，
这只熊囝恢复健康的体型，这个时阵体重已经超过20公斤啦。小熊目前正在上国小班，那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训练它，明年就能够回到山上。平常的状况其实野生动物自然有它自然的求生法则，但是遇到这样的一个落难小熊，妈妈不见了，又加上它是濒危物种，能够一直存活，对族群都有莫大的帮助。所以人为介入变得是，又加上人道的立场，变得是一个不得不的做法。这个围篱里面的森林，就是接下来在1、2个月之后，小熊大一点的时候要进来的高中学校。最后目标是要帮助南安小熊转去野外采访一天，这只熊大只了后，会去的讨食的地点嘛头一摆公开。入去围篱了后是规大片的原始树林，树海拢超过4公尺悬。这只熊囝会伫这接受升级版的野化训练。也放了3关：第一个要自己喂饱自己的肚子；第2不要被人家欺负；第3不要靠近人类；第4招其实是部落要配合。如果部落其实不了解熊，那发现有熊，甚至会做出不好的行为。这个时候其实都会让整个野放小熊的努力付诸流水。通常大家看到黑熊不是很怕尖叫，或是黑熊就跑了，所以只要透过我们这些观察记录，我们可以更了解这个物种一点，帮忙把大自然究竟发生什么事告诉一般大众，让大家知道，身边原来有那么美好的事物。南安小熊伫专业团队详细照顾之下，慢慢大只，等待转去山南迄一天。其实伫特生中心隔海北的试验站，除了收留熊囝，更加是真侪钓上乌熊的撇风港。铁门一个拓开，这是7只乌熊上界安全的厝。1993年，钓真剩3只卡的熊囝是头一只来试验站的台湾乌熊，即摆已经24岁啊。另外有3只台湾乌熊，加3只亚洲乌熊。铺了这个黑色地垫，让它在爬行的时候不会因为屁股跟腹部去摩擦而造成有褥疮的行为。35岁圆圆是这上资深的乌熊，已经半身不遂，行动不方便啊。这阵被人放袂记起的乌熊，不是钓伤，就是早年被人弃养的。无多伫个山区生活，只好饲伫收容所，避免因过度忧郁。专业人员会定期为因做动物行为训练。刚才就是教他，我在关门的时候不要来跟我抢门，所以刚才是训练，我没有指令你不要动。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训练刺激乌熊的心智。较早被人饲的时，乌熊咧行来行去，实验科顶顶无正常行为大量的减少，更加因为训练有素，和每1年的健康检查，也是钓伤治疗的过程，更加安全省时。训练员手一个一乌熊阿里虽坐好势，乖乖接受注射。工作人员讲，阿里未接受训练进前，袂输落麻咧。即马是乌熊内面的自由生，无论是抹药啊，还是嘴擘开、洗嘴，拢会使一直配合。我们要让他习惯，知道我们的指令，知道我们的下一步要做什么，让他有心理准备。然后这样子的话，第一个他的压力不会太大，他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第二个，他既然已经有心理准备，那他就会配合。配合的话，我们好动作，然后他所有的紧迫跟刺激也不会太大。为了要让栖地丰富化，工作人员还特别制作了这样的栖架，还有吊床，让黑熊可以玩耍。丰富化唔是干那行为训练尔，佫落实伫环境上。大乌熊这个笼仔内底有试验站的人员用2手的消防管线，亲身做这个吊床，布袋甲奥茶拢是伊的佚佗物啊。食物也会特地把它藏起来。通常会，然后我们也会丢在活动场，然后给他们去找，然后让他们吃食物的时间拉长，让他们比较有事做。比较野外生活，尽量好乌熊家己讨食，唔是单纯等人来饲，嘛是丰富化的安排之一。有时佫用这个藏物啊来考验着乌熊，训练因动头壳，除了控制体重，一方面嘛使降低动物的不安。
熊如果长期被圈养，在这个状况之下，它容易有一些不正常的行为会发生。然后这样的行为，如果说我们透过丰富化包括喂食丰富化、栖地丰富化等等的，让它多花时间在这些部分上面，它就比较少发呆的时间，然后让它可以获得比较好的身心的发展，那减少它不正常的行为。每一只鱼拢照着家己的故事来到试验站，拢讲起着人类的错误。台湾乌鱼是台湾唯一原生的鱼类动物，因为人为的开发，也让乌鱼生活栖地变细，再加上拉捕的压力，台湾乌鱼的数量愈来愈少。1989年，竟然被公布为接近绝种的动物。今卖数量估计无超过600只。南安小鱼引起关心，嘛为民众搁上一课。母熊、小熊走失的重要原因是垃圾。这个地方是游乐区，理论上熊不会出现，厨余乱丢，就变成熊喜欢来的地方。熊喜欢来的地方，反而变成让熊惹祸上身的地方。前进有熊分布的地方，民众应该知道如何当个友善的客人。所以这只南安小熊，它的野放其实也启开了一个民众好好改变态度来对待黑熊的一个新的契机，我非常期待。借由小黑熊可以平安回到野外去，那我们也同时的把这一些，其实我们包括域内域外有关于黑熊保育的这些资源可以连接起来，那也帮台湾去建立我们以后在处理相关事件或者是大型的动物，它以后再有这种保育议题、救伤议题的时候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工作团队。政府甲学界专家共同拍拼，正在为南安小鱼拍开长期的前半段路。不过后半段路依然需要部落甲民众共同守护。当民众对接近绝种的乌鱼有正确的认识甲了解，充分尊重甲认受，并且行因无被搅扰的生存空间，才好导致台湾乌鱼安心伫个山区生活。